欢迎收看《后上台上讲》，有话大家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中古，恐吓老后生人，大在顾了节目嘅一開始，想問大家，唔是有老人講過做唔得了三隻事麼？真見當然係冇，因為啊，你做唔得，其實偏離了三隻事，真見係人際關係動態嘅難關。因為你知道，為老人講做唔得，當場係傷害到佢咧。唔過你乜解就接受最尾有可能傷害到，電到係你切搞。韓國人接受按你講做唔得，用版權老人講其實電到唔會傷害到呢一段感情咧。咁樣邀請到6個後生人，然後大家共下來分享，其實人有那條困，QQ 要注意哦，眾上來分享。主持人老客小雞隊阿志怡。大家好，我係亞下呢會吃的係氣千年嘅阿志怡。好，聽上啦，小雞隊你講。大家好，我係乜嘅要求，我都會講 OK 嘅你講。冇錯，因為有錢，萬事都有錢，萬事就做得嘅你講。有嘅就做得咧。第三差啦，小雞隊回見呢。大家好，我係阿媽教我辦事嘅時候，越來嘅回見。行業頭擺有老公演講嘛，因為你是推一步，乜嘅事情是做得做下去，不要再這樣。我們這個時代要大家堅強，健康起來，好不好？走得嗎？走得。好，提示大家手機的話，阿燕子。大家好，我係不抗議，唔論講乜嘅，我就 OK 家人的應徵。可能唔單槍家人奴啊，乜嘅就係人嘅主人啊。誒，冇錯啦。你做咩？好，嗱，一下等下去收片手，好嚟去。我等下去檢查，有看有手槍嚟嚇，灰姑娘。對，來繞場聽殺係白劍。大家好，我係來者不棄哈，萬人都愛非常搶手風嘅鍾白劍。好，對面有這個阿基健。大家好，我係唔曉嘅氣千人，唔過殺得到大家傾聽嘅機器嚟哦。你就從 yes man，乜繼續 yes I can I 做得，I 做得，結果最尾啊大家都覺得說哦你真勁做得，不過先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你自己先來片段一下，你曉得用半天氣切人麼？曉得咯，阿自己先來分享。其實我以前真係冇嘛曉按用埋去氣千人，我咩唔係講按用埋去氣千人，因為我就會同講講，哦，可能我氣切你呀，你嘅人嘅關係啊，就會破壞睇啦。就大壞睇，從此連朋友就最熟是嘅上分嘅。為咗我彼此一大世界和平。好嘞，平時啊，歐巴好冇？你係火箭隊係冇？我係比天生阿志怡。哦，那你走錯棚呢？哦，我係乜嘅旁度做地行，係唔講你就會冇辦法去氣千人。唔講我剛剛我冇辦法氣千人，係以前嘅事，一下要慢慢吃地去學會的。唔講你追太快，係俾講到我嘅媽媽，係因為我嘅媽媽就會動力開，佢就動唔會講，佢就會講到你冇辦法氣千佢。韓國人你以前讀戲劇學嘅啦，其實我講戲劇學為到我有專業嘅演員嘅訓練嘛，嗰時候唔單止係嘅想法，但係佢就會規定講唔乜嘅時間。做乜嘅事情，乜嘅時間愛看床，乜嘅時間愛食飯，乜嘅時間愛睡夢，還有食神都有規定好。韓國尤其係術科嘅訓練，就會先上講業，你就會做業。比如講先上講道理上就會上，先上冇講下，你就總得下，就上就會上，下就是下。所以道理一點鐘按鈕。韓國人先上有一隻名言，你知冇？吃虧就是佔便宜。你門機會吃虧嗎？我冇滿講嘅。線上面講緊教導應該就吃虧嘅。你就吃虧就會佔便宜，懂有名，就會給你欣賞講嘅。真嘅啊！要相信你從這 UK 嘅圖劇個學人嘅兩位聽出佢感受當前。你下先來問一下，強讓圖劇個學人嘅，要唔係啊圖劇個學人嘅？哪種區別？你自家你曉得講 no 做唔得麼？我完全唔會 say no，唔會拒絕
唔會拒絕拍啥，连妈妈都猜到嘞。係啊，哇！當恁講嘛，人家是好，喊俺咪當好參詳，恁講用班俺差唔多90%都會答應伊。好，韓國俺知道咪係可能啦，俺只敢知道啦，因為俺細是聽阿媽講俺個教養方式，俺知道沒有關係，因為阿媽總係講俺講，凡事退一步，海闊天空。深不知退一步，後面是萬丈深淵。點都愛扭音嘞，係啊，就點下你啊！係啊，是對子。阿基姐，一開始講，你是一個不會拒絕的人，你先來講看，都帶那一片有問題。哎，你冇先講，你睇咯，你冇解先來部分，哦，弄嘅部分咧，鬼做都快槍槍的啦，將哪片先攻擊咯？冇啦，做冇啦。乜唔曉得講，做唔得。亞洲應該講，你騎車拼人的時間會錯講啊，會講排泄啊，哎呦啊，迄講萬一最講啊，我騎車騎，迄咩喊一擺就冇咧，就切斷這個後路了，有冇？氣架比氣架個後路所切斷了嘛？跟住就會想講，係啊，跟愛冇吃寬的來吃定做好的啦，跟吃定做，哎呦，跟都後背，跟是頭擺氣架啦，跟壓下咧東西就會想，係啊，跟。做迄個無中意做嘅事情，啊，行我愛嚟吃定做，跟係中間老幾接觸起來咯。啊，唔過要會講嘅，我有人講哦，講人難剃頭啊，太太，就是很難搞。跟住想哦，跟係用嘅去，都要懂往去拿捏一下。即係怕ฝุ่。即係係多帶去愛接觸，也唔係接觸，跟住會講到嘅。尤其台灣人啊，真係知道你嘅毛片啊，真係一種毛片呢個。誒，我騎車人係會推人上，推人上一下，係推人上，誒，唔可以推自家上，誒，人來拜託人係上推人，誒，佢真係講明係真係有麻煩，我講做唔得，佢駕駛簽到，那我一上人老佢聽數，跟勇敢實，會按呢，唔過吼，有一個可能愛人係做得騎車，有一個最難騎車就係木卡人，木卡人講吼，你拜託一下，哦，阿妹尤其阿妹阿姐啊，係唔係都難騎車？唔錯，我就係好木卡人嘅奴才呐。我哋唔單槍不卡人，所有人嘅奴才。不殘好冇啦。真嘅，因為係知道講木卡人啊，假使有要求去拜託啊，你做木卡人咩？好啲啊，木卡人咩？唔係嗰種懂言夢嘅人啊，嗬，我咩冇乜嘅前後片，冇假使我喺做頭家，假使我喺郭台銘嗬，我嘅一年講聽說會懂劇，因為哦，要嘅頭家嘅錢全部就本人偏槍槍咧，係啊，喺我做工啊，按你嘅毛片，主要就係牙齒抽成嘅。嘿，我有兩個姐姐，啊，佢兩三個年歲係差唔多嘅，正差2歲天天。我啲我二姐6歲幾年啦，我媽媽就想講，哇，屋企好冇錢，冇乜嘅玩具都係揾佢哋搞。就叫伊咧，佢叫伊嚟買嗬，揾佢哋嚟搞好咧。所以叫嘅玩具出來當貴呢？冇錯，就係我本人，就係我自己嘅玩具玩具。啊，我兩個姐姐咧，嗬，正差2歲天天啊，我同佢哋差咧6歲8歲，嗰就對佢哋來講，我就會好教嘅東西啊。啊，記得有一擺嗬，強點點強強嘅，嘿，冇錯，咩叫啊？有一擺我媽媽就係牙齒講愛紮sản婦啦，啊牙齒當然就唔肯啦，嗬，就想講哦，佢很老唔會紮sản婦好咧，牙齒就講。啊，真係啊！你去紮sản婦，我就想講做唔得哦，我堅強起來哦，我真冇去紮sản婦咧，我就講我冇誒，阿妹係唔紮，唔自家去紮。一下嘅時間，我太仔突然間咧，佢心衝就唔好咗。我你在看到，你等見到你講太仔，你發生乜嘅事情咧？我太仔嚟就眨一下眼睛，就同你在講，我知道，我要斷氣了。你仔就等見咗講，我太姐就轉頭就對我講：老妹，阿珍呢？我只有一個老妹，假使有影響我屍體咧，唔願意去紮sản婦麼？我講你牙齒，我屍體咧，細細個我就啲咧想，嚇叫我死咧呢？佢假使也係佢人生最尾一年麼？紮sản婦，我就冇辦法俾佢走。唔就係建議成人嘅催眠。冇錯，我一隻老妹因為。我就叫，就給產婦紮好，一紮好過後，我就看到牙齒，
突然間就冇偏了呢，佢就活過來了，還想講，俺妹好同俺安陽很多李應珍，聽說好係因為俺同李時珍共用啊，差一個字，俺有救人嘅精神，俺有救人嘅嗰種命，俺真是懂厲害呢。唔過有一個部分冇救到啊，就係人嘅腦嘅部分。係啊，你唔係嘅好心，你係戇。等下有人講俺長氣起來，俺同講，俺一陣戇嘅問題唔單唱俺好冇，你後上台上講最戇嘅人係多幾片嘅。哎，係啊，咩事情？你哋兩個做人都立假戇啊！你講誒，你看你兩啥就是偏哦，香香，即係唔係有啲嘅。像你嘅戒嚴啊，戒嚴啊，戒嚴。有謝眼啊，他也太聰明啦。跟你來分享下頭擺到戲曲學嘢，真見學種學字講乜解，就係乜解，係冇？見像 Annie 哦，有啲學字啊，我係頭擺學動鏡，嗌嘅學字啦，嗬，冇啦。其實就因為我等到學種學字嘅學長學妹制，哎呦，學姐學妹制也對。其實你頭擺動嚴從唔過一下其實很做得啦，但是頭擺呢其實像 Annie 蠻美老嘅學字向下帶啊，帶熟沙啊，韓國呢要學字啦，Annie 講話嘅話，我都聽出會動歡喜，因為學字會到同 Annie 講，哎，分享一條事情啊，唔過有一班呢，其實要學字呢，就同 Annie 講。分享很多事情以後就講，佢可唔可以做啲老藝脫水冇？脫水，老三夫脫水，老四會將你脫水係嘛？做啲老經驗條細細唔做的。哇！幾時節寒冬寫嗰種一言成聽聽哦，你就會知道哇，好似很明做事情當中係一種用心啲嘛，用衣服愛老幾愛人做好來。嘿，嗰時候幾時節我就好啊，當然冇問題啊，好似愛讓人聽數啊，哎呀，哪去？唔過呢，見聽數吼，你就見歡喜一個禮拜以後呢，哎呦，幾好似就知道啊，佢都做一動歡喜，做到香哦，係咪上香咧？同我做呢，佢脫水到偷到動。嗰時候幾時間我記得吼，我就攰班嘅細妹，然後就留嘅學字嚟用衫褲嚟脫水，臭白啲咧哦，真有白啲咧，真件衫褲脫水後脫嚟要差唔多一學期，一學期。儘管都當上一期切人嘅學姐哈，但是呢，唔矮啦，學姐哈，但是又懂排聲啲，我就懂講，哇，學姐會不會說我們怎麼樣啊？懂排啊，愛罵啊，因為老係做一層的啦嘛，哈。我記得好似可能想整啊，我就。真嘅，係真係哦，跟人好似唔係人愛就唔理咯，唔過觀眾朋友做得上一下出聽呀，嘅些時間嘅日常生活地圖還有福卡人本人講嘅很多事情做唔得其他人哦，而你去做些去沙飛行當到啲職場上，比如講嘅前輩啊、主管、青島嘅要求，無法突其切記，到底係乜嘅情況咧？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了。結果佢就打電話幫我講，認真是本排聲呢吼，疫情啊，鼓手氣小腿咧，佢就講冇想過啦，冇想過啦，電話一掛停，太歡喜啦！我頭一擺吼，終於疫情呢，終於疫情啦，終於疫情，我一直就等終於疫情咯。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體育團就冇人看講福卡人嘅法，按難期節。唔過咧，有相信吼，福卡人有啲有要求為就騰落去吼，結果你真嘅係上過後就冇期節嘅，唔係講啱前世冇講啱冇用嘅，嘅回去老下分享一下好冇？愛老愛妹妹哦，愛其中愛妹妹嘅感情係從小相依為命嘅嗰種感覺。你最高嘅啊！想要你水母啊？可是沒有，長姐如母係嘛？有對我用嘅感覺，反正以後嘅事情啊，你真是從差不多愛出去外地讀書以後，是好少時間窮行啊，你只會所有事情哦，差不多都會互相幫忙，尤其係成人呢個事情。因為愛你互相都有成人了嘛，該前一波是疫情當嚴重嘅時間，愛妹妹讓愛老妹食，
2、3日2、3都确诊，嘿，所以佢個成因呢是唔啲人用隔山，佢嘅成因呢，一開始本身聽機，佢幾時頭下撈機快篩，結果都係陰性，佢幾時當修理，因為成因一直陰性啊，佢想講聽定機咩辦法，佢幾時想講，佢話佢根本嗌麻煩，大來麻煩，佢咪唔一開始佢咪唔敢撈嗌講，佢開始保護自家第一個時間，佢想講做唔得，佢聽到佢通成因愛吐走。就是要把那個小孩，就是我的外甥女，嘿，那是一天要給吐走，他應該是第一時間我就跟我妹妹說，我去把小孩帶過來，那緊急到成因吐狗了，該後代該到成因沒聽啊，因為他就完全都好哦，係啊，因為我妹妹佢咁穿半嗌啦，咁斜半夜啦，係啊。不過家講到係伏卡嘛，伏卡真見凍難，有一個情況咩係凍難，就係正常哈。尤其早些家時間，有陣時係人嘅主管，人嘅主管面就啲咧要求凍難，凍奇怪，無合理，你都嘅到你就攞佢，好捱做，熬夜，係熬夜嘅，你家。真嘅，我知道接送好啲條路風啊，尤其係人情關係嗬，真嘅凍難啊，就去騎車。尤其睇下佢講，唔做啲天數捱冇啊，誒呢個問講，做唔得，天數乜嘅，天數乜嘅好啊，所以也係捱做唔嚟講冇喺天數吧嗬，也係用其他事情嚟去萬轉轉過去，哎用。嗰種我知道天數啊，簡單嚟講，佢就會嘅情緒勒索的詞彙，有陣時就會按用，像我頭擺啊啲破節目嘅時間，跟我嘅拖延啊，佢就講，你係主持人啊，你就應該老愛啊做動作事情啊，比方講企劃一條嘅劇本啊，過劇本啊，韓國人要搞新人嘅嚟去講客法，因為你就會向伊欣賞嘛嗬，嗰種人都冇啊，錯冇，做啲天數冇。冇錯，我要做唔得講，我冇愛天數，因為佢會知道，我知道佢嘅態度就會知道你出位，你就做一下啦，錯冇？迄個我講冇愛嘅時間，佢可能就知道啊，你就像會主持啊，乜嘅都唔會啊，花瓶一樣啊，嗰種我有冇想愛佢按用講我，嗰種我就講好啦，我天數啦，就懂難提前人啊，有陣時讀按用嘅事情。真係要用埋人去做呢，錯冇？所以佢哋下就冇接嗰種拖延，佢自家做欣賞，先送搞你，還做嚟數錢，都不看錯嘅。家欣賞，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好嘞，不准打廣告。有時要咩都得搶應徵啊。應徵來講一下啦，來做世家下，你知道真嘅懂難去提前人嘅事情，好嗎？有一擺咧，我就讀到一位啊嘅前輩啊，吼，佢就來問我吼，應徵做得來做乜嘅事情哦，啊，佢產業其實入面有一些些嘅無限，啊，佢本來嘅家私同我做嘅事情，老實白講吼，嘅投資報酬率啦，懂大啊，根本看唔到。哦，可能自己還要夾錢講出來。他就唔啲啊，嘅無名單做啲本太價，我散。你們這一本觀眾朋友，我嘛唔記得係乜啥咧。好咧，好，跟人家故事唔是講咧。冇啦，結果我就想講，佢我用嚟去騎車，佢我想唔出一個好嘅理由啦。我就想講，佢按你好咧，本期董事有嘅時間，你就看緣分，我這人很看緣分的。好，我就本期兩個時間。應該唔會按度好，佢兩個時間就做得啊！嗬，如果排生啊，最近真係懂無限咧，我就好呀4點鐘兩個時間，總共4點鐘嘅時間，唔敢做得。我想講應該做唔得啦，結果佢講做得咧，做得我做唔得咧，我真係就每天都拜託做得至少聽無行，一個係寒凍係薄片嘅，本茶係衝動係冇想齋嘅安嘅，結果疫情爆發咧，結果佢就打電話幫我講，認真是本排生呢吼，疫情啊，鼓手氣少退咧，佢就講冇想過啦，冇想過啦，天花一刮退，太鬼氣咧，我頭一擺吼，終於疫情咧，終於疫情啦，我一直就等終於疫情咯。頭一擺有人因為工作不能至少還按聽。真嘅，
啊做天公拜有通到我嘅上呢，好對唔可以應該插播。咧拜託，見到唔拜託冇個橋藝咧，唔過橋藝會炸死。但你屬於求神拜呀，係啊，你天公拜都啲嚟炸死哦！魔法出來，咁個順頭白夾吼，掠下吼，各方各面嘅主持，咪接嚟當道，繼續督導當道，吼東南選策嘅。係啊，像安尼吼，發動只動作的主持人，最大問題就係撞期。撞期都他運用㗎啥咧？因為顯錢好多哎，人家覺得你勢利耶，因為顯眼本呢，你會覺得啊，性觀眾會覺得啊，為了天公拜拜，我 say no 嘛。我讀到了解事情係安用心，因為吼眼但有隻法通係黑委會，行政站黑委會動態隻法通，因為疫情嘅關係，佢延期咧，放後咧。嘿，我嘅延期誒。嘟好衝到嘛嘅，就係我自家自主嘅劇組單位哦，佢到5倍，唔好到客家界哦，到5倍就是商業演出，動態才發通哦，我本來主持就本來唱歌，本來聽到我5萬口或10萬口左右哦，動態，我講係但是答應咧，啊，還有一隻係黑恢復嘅延期嘅，假設大家用辦先啫。係，有辦先啫，衝動，東南線係冇。係啊，我就想看你嘅演戲係後來演呢，係後來嘅。唔講要答應佢嘛？應該先答應嘅。不過兩家簽合約簽合約嘅，有簽合約的。佢本身是要撞期係嗎？嚇，本身你自己半單模，係後會佢後來延期是衝到嘅。係啲咧，咁然之後拜託天公拜看萬年啊確診，啊你就會，然後其中一個辦法就會延期。恐怖係騙係稍微定嘅答案啊。咁然之後講係確診，咁用片都延期。跟有人見哦。所以後來咧，我是想講，因為下會會係我未來嘅發展線，因為我是客家盤啊，我做唔得對唔起嘅下會會啊，後來喺走條路啊，我劇組單位而家做改片吼，我是想講簽下到嚇簽下到，所以我是想來想去，後來還是忠於自己，因為我有客家心嘛，那傳承客家文化，客家寫來通年法，你是講安多？我覺得這故事是假的。沒有啦，所以做人創作文，創作嘅一條啦。而家做劇中人哦，氣切，佢真正動案呢，你知冇？因為佢係眼不是答應機咧，所以佢是動案，所以你下跟住阿定好啊，還正在解決中，這樣子。阿來好，冇啊，一家之主係5啊，係萬半鐵啊。因為這一季的合約還沒到。入主，一家之主。前見啦，要相信anyway，以前英國係會發生咁多事情嘛，結果要發現到咧發生事情對你有乜嘅影響嘛？啊，以前嚟講啊，有呢，因為原本辣豆芽嘅事情係唔好嘅哦，因為就差唔多啲前一日數到一個前邊嘅老嘅發通主持哦，收幾本愛啦，佢說嚇天英嘅叫做天公嘅主持誒。跟我我真係有冇真，雖然時間係做得嚟哦，唔過係千唔好講嗰種臨時加落嚟嘅行程，誒，種臨時啊，咩哈冇時間去做準備嘛，驚怕會表現都冇按好，誒錯，因為想講誒好啦，最衝擊北強講嘅，買樓嘅錢高唔起啊，係冇講啊，客家先喎，客家先，最撈佢接起來嘅，叫接起來嘅前面嚟講，嚇啊唔是嘅，啊乜嘅都冇乜嘅大問題，好，跟住就去到現場。咩都處理到好勢安尼去，又後來哦，哎呦，嗰種時嘅心情哦，係慢嘅盪下來啊，很多當緊張安尼去，都後尾啊，創個總管就講，哎呦，當神夢機器人佢咩嚟聽書哦，一個發通好，真嘅係非常嘅戰鬥，韓國氣氛當好哦，一個總管當中醫啦，喺個未來係有一個機會哦，做老人來合作啊，哦，哎呦，真嘅唔係講，嘿，一個人都講冇期簽，並冇代表講就係唔好嘅事情，他會嘛要講嘛，就電視台啱到一隻境界嘛，就是講，因本來老到係會唔好嘅事情，結果變好咧，結果變好誒，該回去嘛要按用新嘅事情，就本來沒有預設講，呢個係好嘅事情，結果發現懵懵啦，好係啊，所以我其實對戲台人是係有一種，就是天生就沒有辦法拒絕。
这录音架，嘿，汉爱记得爱是都一只学校，是都该上课，汉爱学校里边都该注音，几个演说，让爱妈妈会差不多，汉去动出个个点是因为几个声音呢，伊只叫淡淡子哦。叫淡淡子是因为血癌狗性，所以其实应该是瞬间，应该是起到去变动菜狗啦。东盘的，嘿，东盘的机，他应该是为抽时间为了去讲话啊，用打嘴鼓啊嘛个，他去不好机咪为主动亲爱啊，比如讲伊是伴啊，是用个嘛个，是让爱尊重自家声音来用音，刚刚咪唔会记车机，应该系有时间，应该是为尽量配机啦，和不好机进行。只系让爱走从自家嘅声音呢，嘛个是的用嘅，嘛个去全部都当照顾爱。保险受益人也写你，我不是你好啦，同来讲嘅，没有，我很真实。大家就差唔多係冇？哎，应该进不进？不应讲到用。那你我今天这边有一份保单，可以帮我签一下。进不进呢？真紧啊！又相信安尼的汽车应该是这就加上为考量了动作部分，系因为心情还为爱老嘅关系，还有乜嘅动作嘅演员，还有人讲啊，唔晓得汽车係唔係乜嘅超好嘅人呢？咁就讓你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大廢鐵也擺嘅人機管體，就崩壞崩解超對啊！唔過嚟講呀，爛琴爛好，唔係咩爛琴啊？你是爛琴然後人吼，要個爛好人要個啊！京劇再來一次，汽車破壞引擎，接受破壞空氣，然後橫批就是愛就愛錢，錯。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睇上個節目現場，上一團有問過大家講到職場項最驚人讓人拜託，尤其係主管啊、同事啊嗰類人，唔過假使你看要搶有啲人，搶合法有啲會嫌咗咧，乜解出好嘅人嘛？那老闆人就隔嘅多，就係嗰種叫做鹹菜蜆嘅人，鹹菜蜆嘅人啊，然後馬生意是做的，因為鹹菜啊，啲客家地方乜嘅菜就做得炒牛啊、炒河粉啊、百搭的意思。馬生意聽啲哦，叫做好啊，叫做咁樣做。不過有上司吼，你會讀到有啲人吼，有種情緒勒索吼，唔老佢講做唔得，佢就人威上威死咁樣吼。唔過啦，真嘅啊，你都帶做乜嘅又會想講，你想啊，我都帶去騎車機麼？你都會想到起碼嘅阿飛經來講一下好冇？你自家又會想講，讓你騎車嘅時間啊，你係一隻。用乜嘢心情係用乜嘢心情嚟講？朋友嚟講啊，窗頭嗬，冇人應講做唔得，你係唔係乜嘅事做得啊？我是知道，你頭先講，我是知道我係鹹菜咧。係啊，你係羅菜布了，我們但講係鹹菜了。我愛用音啊，從我是知道，就多少窮愛音，因為我自家本身我是。會不忍心拒絕陪沙嘅嗰種人，唔盤得，係唔盤得，然後又唔會 say no 啊，係啊，所以唔會 say no，所以只不忍心拒絕。他應該是知道報每次係到最每次係變做藍紅應該幾率機會當高。真緊嗬，你相信係因為唔好意思排泄。cái á yên dần tu đông nhà這兩種會上會死嘅阿姐，你知咁咩動會上會死啊？係啦，我做講就有人做戲，就有人好看戲，我就係嗰種好看戲嘅人。一個周瑜，一個黃蓋。好周瑜咧，開天公嘅啊！周瑜嘅天咧，冇錯，因為我就會看到空啲我嘅細劇從地背，我大把去騎車人嘅時間，係咪想講啊？安尼吼，對方會唔會動艱苦啦、動難處啦，甚至好想會自殺啦，跟我勇敢上來就會催人呢。看佢有安尼吼，就動到嘅負面情緒，我就做順利來，那就負面情緒吼，冇想。愛來神書。愛來神書，啊唔過俾人發現到，大家會鬧到，你動梁山係冇？唔過我同大家講，唔係，唔係啦，你啊吼，唔係梁山，其實吼，你係有一些嘅傻皮，係有一些嘅風神，鬧到氣咖喱就是可以治療天下的小仙女。這個仙女不太仙呢。剛剛
像短音扭扭，你懂啊？哎，你就这样好，我们要普度众生。对啊，我们要唔错，我说你就想讲，很唔很爱哈？做一时时的你，开始爱就做在混气，就太搞我嘅一种心情。我说其實做人你也好，咩唔係好事情啦。真嘅，因為真嘅學鹹魚來下飯，咪可能你愛吃到嘅甜甜嘅鹹魚咩冇以後啊。係啊，那個意思，以後嘅料都甜淡，拜託我要原來啊，嘅拜託冚唪嘅觀音菩薩睇下好你來好冇？嚟同觀音菩薩講下。好啦，咁你講嘅之前來分享，知道真嘅唔點用辦，唔好意思讓人騎車，咁真嘅就擘開就做得。我係認同一種講法係講，就係眼前嘅嗰種壓力有冇？係，就係你會受到嘅眼前嘅壓力啦。哎呦，我頭擺吼。係蘇公人咧幫忙嘅，係啊，真嘅啊，係各自愛擺書頭啊，跟住係咪愛啲適當嘅時間點咧來去還人嘅人情啊？啊，本來做真件都冇辦法啦，哦，時間做唔得，阿毛仔嚟就係講就錢嘅問題嘛。框係中埋一個框幾啊？百錢啊，百錢咯，因為百錢唔會發霉啦。啊，就係面上嗰個人情嚇，就係對上嘅輕唔輕危一擺騎車咧，我大快踢一擺嘅人際關係就崩壞崩解啦，係啊，啊唔過嚟講下爛情爛好，咩爛情啊？爛好人嗬，一個爛好人一個啊，其實你講騎車咩冇聽錯會代表係爛啊，啊也沒有濫用嘛，係冇？我汽車會破壞人情，我接受之後破壞行情呢。國千名言呢，頂多警察。今天的金句再來一次，汽車破壞人情，接受破壞行情，然後橫批就是愛就愛錢。哎，錯。好了，今天的金句又出來，唔夠正經啊，阿志來分享下，你自己有從頭讓人騎車嗎？因為我剛講呢，唔代表講你唔會騎車，你就會爛好人，就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等號啦。因為冇代表講你唔會騎車就會好人，因為呢，那係講你願意接受嘅，你就算你習慣都冇想去接受，唔講你接受嘅，唔代表你係爛好人，因為你那係做到無干無厭的話呢。跟住就又蠻愛接受，你那愛接受啊，你就會歡喜做感恩書，係，當然係講個各位眾神，會歡喜做感恩書，就係有書，冇唔錯。韓國其實當然從家下之前講到嘅人情嘅壓力，相信大家都有動態感受。就從你下家就照講乜嘅10歲愛念歲年頭，乜嘅就按到演義啊。不過其實呢講到人情啊，件事情後來我就有發現到，那係你亞人啊，真係對係有感情嘅話，佢就唔會用辦去佔你便宜，因為佢係真係對你有感情嘅，佢那係呢有為下你愛用嘅情的，就代表佢唔係種真做朋友啊。係啊，從北京就非常沉嘅感受嘛。乜嘅感受？就係 share 嘛，該謝啊。學人節嘛，我說其實真嘅，那係佢就很真做好朋友，就唔會用人情來壓。韓國從大家就可能出來社會見來見叫啊，咩對自家見來見了嘅，古說我一下咩老北京嘅想法係強用嘅，人家下嘅京劇名言。汽車係破壞人情，接受係破壞行情。第二句講到天津版，因為愛用拜拜。因為等下還有競技，繼上嗬。古說呢，其實我講我呢，那係呢，你愛接受，你就會好好來做。那係呢，因為主動人情，反正就會自家去想，我一下接受到係對我係好嘅，係壞嘅，係。真緊啊，要相信為家要講嘅一個動畫，即係講。佢假使就有重心意思，唔係想來騙你，不要想要佔你便宜啊！因為假使佢為你團你想嘅些，佢唔係用那個情緒勒索的方式，上班我要讓你退休呢，這種是真緊中，真緊動有感覺，動有感覺，頭擺退休你安到，乜嘅意思？所以你頭擺老愛退休係為到愛萬一年輕長老愛退休係哦，我一成年就強你，我就強你一辦公失敗，咁乜都乜計咯，係唔係？唔過真嘅嗬，有人講老人騎車需要兩種，第一種愛勇氣，唔講大家就按死淡，但按死；第二種
要有方法，將個汽車的得給你敢知道哪一種它重要，還兩種都必須愛。2種都必須愛。像我剛剛就吃到叫做啥吼，這個艾斯克蜜吼，這個你講的挺好嘞，用蠻講的，因為哎，那你節目打廣告嘅艾斯克蜜嘛，因為我知道這個，你有啥事會俾人認情吼，來去情緒勒索到。但是呢，你有冇想我接嘅時間，我個人勇敢啥？嗰時候我知道亞下呢，我就有啲方法。像條班我知道勇氣係同重要嘅，我勇敢嚟去騎車嘅嘛，吼。不過亞下係方法嘅功法嘅藝術咪同重要，因為大家喺講我要請聽書嘅時間啦，佢聽錯係動機嘛，你動要緊嘅時間，拜託聽書捱麼？嗰時候捱乜嘅事情其實都會講，哦，做對啦，你要聽書乜嘅啊？但是呢，其實我就會自己嚟去衡量說到底要不要幫忙，所以呢一開始係先講做對，但是後面嘅時間我說，給錢啊，也係偏型嘅，也係唔係，也係講。佢如果捱做對聽書，唔講冇講捱做對，讓你聽到乜嘅聽。真嘅冇錯，嗰時候嘅時間我就講，哦做對啊，唔講後面嘅時間我說可能係錢啊，也係我說要發通我冇適合嘅時間我就後面會講啊，可能我讓你有乜嘅事情，我老你燒給你好，我沒有聽書記，嗰時候我知道其實你做對先。嫌佢講啊，做對啦。先老你阿只按了接下來啦，假設最近冇其他透露嘅細節，喊做得去做一下啦。非做得按有講啦。顯示啦。因為我知道亞妹係你孤獨嘅嘛，哈，你偏你唔會知道啊，亞三運動很難合作。其實真嘅，因為他家亞大家都上班上天，呢種係冇辦法講嘅，就講跟個亞片沒有罵啥，誒，真係推薦。因為有時時當到會發通可能出算有錢，但是你冇適合你嘅事情，你沒冇想話去講嘛。自己嘅發通台方，裝白強，創方啊，加上創方，衝撞，來老太太講一下，來，劍記住來，家下而家就講啦，勇氣嚇，家經濟哦，而家要登出一下，而家就講勇氣咯，都係動重人，我對我來講，只有兩情之是有勇氣，汽車拍攝是有係方法。沒有特技，沒有是不是？這個平仄有對到嗎？剛沒有對到。感受一下，感受。我有點打到艾斯克密的節目。因為我知道吼，勇氣唔啦，因為勇氣冇效啊，最重要係方法。譬如講，因為汽車拍攝嘅細節啦，因為本機都有感受到，哦，你最近就兩難哦，那邊出咗讓你汽車，韓國吼，你汽車以後拍攝我係感覺，哦，唔拍的嚇，我韓白韓我輕易，假設預算下好嘅細節，我以前我輕易，因為要你加出嚟。誒，中華抗爭運動會，嗌真嘅呢，我建議你要開下考場，我要你買。但係要創立重把抗搞好咧，張伯天教，你還搞中，教，這是什麼邪教的感覺？你會愛用嘅方式咯，自家會去到下送送之外，陪上面嘅感覺哦，其實對你嘅動拍攝，真緊啊，又像真緊像白謙講嘅種種，你曉得讓你想辦法解決，像家裡咁樣要講到，你唔係單槍嘅，就係能直接嚟騎車，你係想也可以替代嘅方案，佢可能就會講，唔得上年做得咯，韓白還沒做得過前一版，唔過咧觀眾朋友啊，家下講得以前的案都得讓人騎車。鋪書的那片技巧要按那片來學嘅，等下再來繼續啦，大家向下來分享了。做對聽書語啦，但是我先看一下日期。你講做唔對嘅話，我就做唔對聽書語哦。很抱歉。抱歉。後面嘅時間可能呢，應該說，我就會開始問幾個細節，要唔要該發通啊，應該用白啊，我就覺得說，這活動先不管錢。先看一下要適合我冇，你講適合我嘅話，我就講哦，可能做得，但是你講冇適合我嘅話，我就會講哦，讓你可能做唔得聽書語啊，懂打手呢 ，sorry QQ，行一般都聽書語好冇？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嗬，你真件都啲嗬，我哋老人騎車真件當
困難。唔過咩有聽到嘅鋪書啊，就譬如講啊，像網絡上誒先來分享俾大家，有個心理實體向大家吼，就講你要提前人先提早，你要先談起，都帶愛嘅係乜嘅？誒，係有理嘅要求，也係講正經嘅來亂呢。提早就應該老師留佢大拍講，唔正經做唔得原因，係正經留佢老師講。第三就要用補償嘅方式留佢提前講，誒，給予讓人哋拜食飯，我正經無害。我2年時間我請你食飯好冇？我愛請你。哇，跟係就會來可以嗎？給時間冇係，一次請我就老你講，我排生我都90以前就冇。哦，第4就講，唔正經喺大上嘅最愛學嘅就係你愛提出情緒勒索。唔過你正經懂啦，首先正經要先本啊，理解來分享，和自家來老大家共下來分享啊。像我剛剛條前有講嘛，我說天數係一個情緒勒索詞。我說呢，變種愛之間呢，係講接到呀，比方講條路嘅搖槍啊，也係騙你希望愛天數幾萬嘅時間，我們會用呀天數呀詞來情緒勒索他，因為我們講的那種，講誒，原來有來有去啦，係啊，有來就有去，沒有，這個就是負負得正，你知道嗎？最後是完美的結局。比方講有上司呢，你騙你有這個這樣來講，你做對天數愛，讓你有發通冇？我希望有像你主持做對冇啊？其實呢，我一開始就講哦，做對啊，不過我做對天數你啦，但是我先看一下日期。你講做唔對嘅話，我就做唔對天數你哦。很抱歉。抱歉，因為每個時間可能呢，我說我就會開始問幾個細節，要不要幫佢發通啊？用完用白啊？我就覺得說，這活動先不管錢。先看一下要適合我冇，你講適合我嘅話，我就講哦，可能做得，但是喺講冇適合我嘅話，我就會講哦，讓你可能做唔得天數你啊，懂打手呢 ，sorry QQ， 行一百個天數你好冇？以前跟動作奇奇怪怪，我就會哎呦，嗰時候我就佢就會知道，我有天數記，唔過懂排泄，人家拜做唔得合作，冇啊，你知道講跟粉絲懂分差 QQ。好啦，佢就會懂知道，行一百可能就懂東西會講合作一下。所以那種法通係適合你嘅，就啲咯，所有公關公司、法通公司都談一下。其他懂法通都懂適合我，反正大家都係前愛哦，你講啊。嘅意思講，你前唔拉嘅，佢愛傳人嘅前要拉，乜雞發通挨超接，冇錯。真見人嘅阿自然自家知道，家下結講嘅要認同。我會用乜嘅QQ， 我咩愛用嘅類型啦。其實我就係嗰種會卡出加工嘅，唔過當然而咩做唔嚟出加大拍工，我冇愛。係其實真係就係我講愛生意期，就會講就會好談嘅法療，係大部分人會就會講嘅我今日啦咩有法通，因為其實有段時間真嘅係冇聽錯有事情，係可能嘅我前頭前太多事情嘅，嗰個真嘅今日我真嘅東西要結佢，因為我希望維持一隻品質嘛。嗰種嘅我就會講排泄我今日咧，我真係同所有人合作，講嘅我今日真係有其他安排咧，真係弄排泄。我希望你下一把係要機會。嗰種嘢其實家下講到生意嘅法療啊，從前頭嘅時間咧，從一下你有咧年歲嘛，最接就會讀到嘅咧好朋友咧，一下咧，當久冇聯絡咧，當久以前嘅好朋友。忽然之間呢，佢就得了一個紅色嘅炸彈過去咧，得過去，我就接到咧，接到一樣架啥咧，我又冇想一炸彈爆停啲嘛，嗰時候咧，我就會講，因為創業嘅條路都非常嘅自由嘅，可能我就會用兩種方法，條仔就會呢，我一下係冇辦法確定嘅，我做啲啊時間都會以前爭人講嘛，唔過時間就做個，其實呢，我就冇想去，想愛穿眼前。冇安排因為真年輕嗰陣時，你接到人就想講，按叫冇見咧，都冇聯絡，你真要做愛做好朋友，你就想會穿愛錢呐，愛就冇一本穿。唔過呢，你做得愛少點講，嚇，你結婚了，愛真係弄歡喜呢，真係高興。唔過我愛今日真係發託，真係弄排泄。唔過呢，還要祝福你幸福快樂啊！你要 QQ 有拍嘅插片哦，應該就會整身版，應該就會文絲版聽聽啦。冇，唔過你一定要祝福，因為也係好事情。嗰種你就是你要。不用我弄一槓講，你要本對方講正面嘅槓講啦。好咧，你都係腳上嘅，真係把到馬桶啊！
就不要上。我因为佢就會說啊，你真係弄上來哦，唔過你還要做風啊，韓國鴉片體相太假，像我下你就講幾千人啊，因為人家一下係上到嘅，一下空蹺蹺會注意到，你就算你讓人講冇辦法去有條路嘛，唔給你出去搞，你嘅漢死同台，千萬唔好俾人看到，就會生意，要先封鎖對方。對，就把 cam 安好了，你那個時間講退到強到咧，還有動你來分享。太誰？哎，你那個等下扣薪水哈，阿姨先來講下。就喺藝院擺哦，嘅批完咧嘅油槍出來嘛。唔過你實就接過一個前輩嘅個批完啦，本佢炒都是，本佢吊啊，本佢用啊，本佢罵，跟住嘅就係壓力來源，壓力嘅來源。古松藝術說啊，跟人用嚟騎車騎咧，佢說哦，排死天啦，當然嘅用時卡無限，天啦我查咗嘢出來啊。天就之後講啊 So sorry 嘅你藝一下嘅能力係冇按拉，啊強拍藝戲哦，我土到幾隻睇下嘅戰圖啊。我係講藝一擺係唔會啦，啊唔過未來有機會，佢用咗嚟前藝哦，哎呦，啊結果後來咧，記得兩班嗰個發版嘅時間，藝就唔會講記咧，藝就出價就做得去批完咧，藝那個已經熬過了。到底係馬莎？罵完咯，唔係，藝厲害，動作香，所以因為那個客家建築批嘅兩班冇幾多。阿姨真最面本來講下，要乜嘅空空翹翹，不會本太搞。其實我知道最簡單兩隻事啦，就會中影愛善良啦。像我咧就是一個注重緣分的人，那雖然冇辦法來做一件事情，唔過咧我還會同佢天數都帶。所以有當人就講啊，跟住按你手機配上，你嘅漢白佢就去請配上，佢就冇去請嗰種架啥。我就講冇相干啦，發通順順利利，睇是個快快樂樂就好咧。因為你上唔衝嘅人生重點就係世界和平，冇唔差。故所我咧就盡量平常時就會做好事，就冇去有壓掉好希望我去騎車嘅事情出來啦。嘿，但是你都阿記系嘅事也這樣做好事，哎呀，好沒有說服力哦，怎麼辦？跟住氣了，好啦，已經做法冇正常，最尾吼有三個重點我提倡，睇一個駕駛我騎車配上，然後第一我講什麼吼，韓國連續講3擺。什麼？真嘅懂什麼？你不愛兩隻機會吃到你會吃這樣的騎車嘅人，他很覺得你心懷感恩，是水愛滴水年頭，有種感恩嘅人，感恩的心，佢就知道你在後面哦。故所漢白看到300，就是對方拒絕你了。有可能。第二，上海。唔係你即家一生人，我故故事事聽聽，我喺頭一生人 Q 我來下你係說，用其他人當理由，你講排泄整潔，呢個事情我冇法做給聽，我專心問下我嘅頭家，爛攤子交給別人。嘿，對，就講我現在整件變嘢有下態有下分量嘅嘢，也係講，比如講我專心問下啱嘅，整件嘅冇法，我冇法度一生人做給聽，有時是用一種擋箭牌嘅概念，第三就。正經睇下就講到，唔似個潛出嘅屁用嘅方案，唔知唔知講出隻攞推薦人本嘅，像講推薦其他人啊，像講攞幾上其他改革嘅方法，咁麼不應直接拒絕完之後，用解釋，機會遲到，你要生意，好，我韓版冇簽嘅，因為你就是只會拒絕我，不會幫我想，你咪懂辛苦啊，係唔係？唔過正經嘅3個方法，3個步驟，讓大家成為拒絕他人的好高手。我記得咯，以前嘅唔係唔好嘅事情，唔講用半天氣節，我學落一個步驟，盡盡讓做啲把握一個好關係。我記得下禮拜向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愛豆嘅後生太上宮，要花太假宮，拜拜。那盡講都到冇合理，實騎車唔來嘅要求。真嘅冇本人知道燒蘿蔔結無干無實，唔點樣用選擇好。同樣，強權嘅提倡睇自家，評估好些自家嘅能力，唔好使命故事變落去，保持自家嘅狂獻快樂，將係青春要界哦。